免问题，下面要客栈，咱客栈下面话，面来耶稣能面的红，列车煮面，面，来，面来耶稣能面的面的红，面的红。列车煮面，耶稣就别落表面，耶稣就别落表面。面来耶稣弄面的红，列车煮面，耶稣就别落表面，耶稣来就是人们就赖耶稣用鬼王的力赶鬼。耶稣弄面就是鬼 ghost， 面的红王的掐力量，主就是赶的意思，赶鬼，用魔王的力来赶鬼。耶稣就变落标进了一个房子里面去了。来他，因为这来他的意思来。面来耶稣弄面的红列车煮面，耶稣就变落表面。要煮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